希塔美德下載，考慮周到。考慮周到係一種體貼同埋關懷嘅表現，佢讓我哋喺行動同埋決策嘅時候顧及他人嘅感受以及需求。呢種品質嚟自於深刻嘅同理心同埋對周圍環境嘅敏感，讓我哋能夠喺不同嘅情景中作出平衡而且恰當嘅反應。考慮周到並唔單止係表面嘅禮貌，更加係一種發自內心嘅關懷。呢種能力讓我哋能夠喺人際關係中建立信任，並且促進彼此之間嘅理解同埋合作。當我哋能夠考慮他人嘅需求同埋感受，我哋嘅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嘅和諧同埋幸福。考慮周到就好似一片柔和嘅光芒，溫暖住我哋周圍嘅人，讓佢哋感受到關懷同埋支持。呢種力量唔單止改變咗我哋嘅行動，亦都改變咗我哋嘅人際關係，讓我哋嘅生活更加豐富而且美好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考慮周到嘅定義，我知道考慮周到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考慮周到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考慮周到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考慮周到嘅觀點，我知道考慮周到是可能的，我知道考慮周到係安全的。我考慮周到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